文化消息來看，在白沙屯馬政鄉今年4月12日暗時要來起駕，攏總是有45萬人報名，因來這屆也推出行動醫療的服務。明日白沙屯宮田宮媽祖建立到進香的時，亂橋行卡到的所在總是對真濟信眾，加上進香路線一向無固定，需要緊急救護的時嘛真困難。台北醫學大學和東綜合病院運用科技通訊技術推出行動醫療。2、1，請接幕。唔但行動指揮車，也有電動三輪車解決救護車較惡佇人陣當中行動的問題。醫學團隊嘛，甲白沙屯 GPS 團隊合作，在手機啊 App 內底建立即時定位救護的功能，予醫護隨會知影患者佇咧叨位。行動指揮中心會去調度最近的機車前去評估，當他一評估認為這是一個重症病人，回報行動指揮中心，行動指揮中心會派遣電動三輪車到現場。電動三輪車上面有兩項最重要的資源，第一個是醫師或者專科護理師。白沙屯馬祖進香是國家重要的民俗活動，廟方表示，這幾年愈來愈多民眾參與進香，嘛真愛掌握民眾的健康狀況，因也肯定科技甲醫學結合，通協助臨時有需要醫療救護的鄉鎮卡。就是講信徒無路，阮無路去控制講信徒迄個人較多，所以擁擠啦，也是迄個會造成一些意外，什麼都是需要同眾的跟這些醫療的幫助。這樣，今年白沙屯馬祖進香的行程拍算自4月12日暗時11點55開始，攏總8天7暝。今年除了白沙屯大馬、白沙屯蘆洲馬，也有山邊馬攏會做伙，對白沙屯宮田宮出發一路到雲林北港才會回鑾。記者盧松珠、鄭春友台北報道。